有几多的大学生因为发现讲家己失去讲母语的能力，开始学台语文，因个开发出一套台语的图画耍，或者好爷总破西，透过实在交换等等，希望囡仔人会当用这套的方式来学台语。基隆人，然后嘉义人、台南人跟宜兰人，那其实每个地区它都有它的一个特产。以地方的食材交换当做料理来创关，嘛甲小学的课程结合游戏，互囡仔通哪算哪学台语。这套特别的囡仔的图画算叫做好爷总破西。后雅在台湾是一个保护小朋友的动物神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这套桌游是要做给小朋友，那我们就以后雅来作为我们的故事角色，而且后雅跟台语的就是有钱的后雅是同样的谐音，所以我们也想说，就是我们要让文化后雅。水机对，音水低。然后以前的话可能是得狗，以让孩子知道说，现在其实我们喝水的话，我们可能就用音水低。用卡片做比较，互囡仔通知影类似的物件，早前甲即卖的用词。这几个台学生用1钟半的时间设计游戏，甲一寡生活的词类用台文字展现毛线顶的录音，互囡仔通甲词斗成句，或甲讲台语的趣味。伊嘛家己去学台文，希望对于自身开始，甲少年辈流失的母语找回来。在学校里面背单字啊、念诗歌，很多时候引发不了孩子的学习兴趣，所以我们才希望说，那好，我们把课本里面很多生硬的单字搬来这款游戏里面，但是教孩子更多日常生活的对话。过去伊嘛捌伫小学内底做推展，即马搁伫网络平台来募资，目前的金额搁差一半，希望各界通互因支持，搁较希望每一个囡仔拢通制作家己的总破西，甲学台语的过程变做美丽成果。记者丁亚文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